大兩房啊！嗱，我哋睇下個位置點先。嗱，樓下嗰個菜市場同埋一線山景啊，唔係好多一線啊。高樓層20幾樓，73平方嘅兩房喺碧桂園迎海北區啊。就啲家私當唔要就算啦。都有3部空調，個房大，73平方迎海嗰啲就係房大，同埋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覺得房入邊保持都幾好啊，但係啲家私就好舊啊，因為年紀大嘅老人家嚟嘅，好少嚟，所以佢而家就話唔要啦，未出租過嘅，係自己住嘅個房。啲嘢唔要嘅話，我就幫你抌埋佢。只要你哋肯要個房，個業主話要錢唔要房，講真嗰句平到爛啊！比同等嘅戶型呢套啊，真係平到爛，同等嘅都要賣到25、26、7，呢套20萬出頭啲佢傾價錢，因為佢老人家嚟嘅，唔想要啦。就係高樓層，又通風，又有陽光，樓下又有菜市場，乜都有晒，20萬多啲我覺得平噶啦。有興趣嘅話，私聊我。